頻率不同，不必同行。我係子琳，今晚嘅藥方係頻率唔同嘅人，再勉強相處都只會滿是消耗。兩個人價值觀、思維方式、生活節奏相差太遠，就算一時投緣，相處久咗都會矛盾不斷，隔閡重生。你講你的坦誠，佢有佢嘅算計；你想溫度長存，佢愛曇花一現。三觀不合、頻率不對嘅關係，再多磨合都難以契合，只會互相拉扯，彼此內耗。與其費力迎合，勉強同行，不如及時止步，各自安好。同頻先能長久，契合先得溫柔。難道強行磨合唔同頻率嘅人，就能換來長久相伴？我係子琳，擇頻而交，順勢而散。點個訂閱，願你從此百毒不侵。